不如送俾你啦咁樣。咁我哋就約咗喺呢站做 sales，加上我覺得自己有能力啦，咁就可以真係一約。自己我覺得認識咗佢即係用7年嘅時間，我自己覺得如果有深度嘅感覺，應該一直都會有。如果佢喺呢個節目入面，最後都係要選擇直頭嘅話，咁可能對佢傷害會大。咁於是我就即係當時就係好短時間幾秒鐘內就只要接受呢件事咧，即係唔係因為錯就係我反而係令我更加相信嗰種一見鍾情嚟到我其實咧心裏面都如果喺呢個節目度配對成功